欢迎收听5月26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来分享的是路德记的4章1到12节。路德记4章1到12节要来 RPG 祷告的经文在加拉太书的1章4节。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谁能够救我们脱离罪恶呢？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以他的无罪来代替我们的有罪，他以他自己的生命成为那个赎价，来付上代价，来交换我们在罪恶中应该要付的代价，使我们从罪恶中得着释放，脱离罪恶，来认识天父上帝的心意。天父上帝的心意是要我们活在应许应验当中，是要我们的生命有指望，有方向，有意义。然而在今天的经文一开始应该说路德记的一开始，原来是悲剧的，原来是没有指望的。但当拿俄米他再次听见上帝对应许之地的供应，他想起，他想转回，他想归回这位爱他的上帝。在这个决定当中是很需要决心的，因为这个路程非常的远，何况他心意良好，他祝福他2个儿媳去寻找他们未来的道路。这代表着他要只身来面对未来可怕，可能很可怕，充满恐惧未知的处境。然而上帝的心意却是不让人失落沉沦，而是要让人得救，而且不只是他自己得救。当这个外邦女子摩押女子，也是他的媳妇路德，她想要跟随她的婆婆，她想要照顾她的婆婆，她想要与她的婆婆在一起，共同面对这个未知的困境。上帝美好的心意也继续在此展开。当他们回到伯利恒，怎么这么刚好，竟然是收割大麦的时期？怎么这么刚好这个很主动积极的路德来到了波阿斯的土地捡拾麦穗？怎么这么刚好，波阿斯当天就出现在那里？也怎么这么刚好，回去告诉拿俄米的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听见波阿斯的名字，原来这个人是他们亲近的亲属。在这一连串的刚好当中，拿俄米仿佛感受到上帝慈神爱所在那里与他们的行动彼此编织，要用爱来网住他们，使他们不掉落，使他们不落空。他想到一个方法，这路德在不是那么完全明白的情况下，他就按着他婆婆的话语去遵行。他向波阿斯求婚，而且是在半夜。波阿斯听见了路德的心意，他也遵行。他心里有一些打算跟预备，于是隔天，也就是今天的经文开始，他在城门预备要来赎回自尽的亲属以利米勒的产业。但是在这个对话里面大家从昨天经文到今天就很清楚的知道，其实比波阿斯更有条件来赎回路德和拿俄米他们富家的这个产业的是有一个更亲近的亲属。波阿斯就在这个城门召集了长老来做见证，亲自的来问这个更亲近的亲属有没有要赎回以利米勒的产业。他当然想，好啊，有产业有什么不好呢？但是波阿斯更进一步的来询问，当你要来赎回以利米勒的产业，这代表着你也要娶那死人的妻摩押女子路德
而且以后你们所生的孩子要归属于这死人，使他的名不会被灭没，使他的名能够继续的留存。这更亲近的亲属想一想，我要赎回以利米的产业，还要有这些损失啊，或者是他根本不想跟摩押女子路得来结婚，因为当时的以色列人跟摩押人其实是处于一个彼此对立的状态哦。那在这样的境况中，他们根本就不相往来，所以要娶她可能更是不可能的。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波阿斯让人看见他真的是愿意付上代价来爱拿俄米和路得。上帝也透过这样的一个行动，一个恩待的行动，一个愿意真的是舍己的行动，好像是预备救恩一般，让这三个人因着上帝奇妙的安排，在一连串的巧合里面，拿俄米、路得、波阿斯，让我们看见当他们愿意舍己，当他们愿意为对方来付出，甚至是失去许多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上帝并没有让他们就此失落、失望，甚至绝望，反倒是在这里面，当他们愿意活出那真实的良善相爱，上帝让他们的生命好像波阿斯买赎以利米勒的产业一样，也让他们的生命被上帝的爱来赎回。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上帝透过波阿斯的行动买赎了这个拿俄米、以利米勒他们原来的产业，也包括他和路得，使他们在这买赎中好像重新有了归属。今天对于每一个基督徒来讲，耶稣基督献上生命，成为赎价来赎回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归属于这个世界，归属于人自己的价值观，或是其他各种信念想法的价值观，而是归属在这位永恒的上帝的心意里面。我们愿意来相信吗？我们愿意来相信，即使在各样的挑战跟困难中，他始终为我们预备丰盛的生命。我们愿意相信并且定义自己要归属于上帝，活出他的心意，相信他对我们是要我们脱离这罪恶的世代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透过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见波阿斯他是一个敬畏上帝并且愿意怜悯，甚至他愿意付上代价，为的要使他所爱的路得、拿俄米能够生命被成全，生命被你的爱来网住，生命有归属。主，你更是借着耶稣基督的恩典，让我们看见不仅是付上代价，甚至是付上生命，成为那个赎价来赎回我们，让我们不在罪恶当中活，让我们不在那个绝望、失望、没有盼望的世代或者是环境当中来活，反倒是让我们能够定睛依靠你，将我们的眼目转向你，在各样的挑战跟困难当中，知道有一位爱我们的上帝，有一位为我们付上代价赎回我们的上帝，有一位使我们有归属的上帝。主，谢谢你带领我们在今天透过这段经文，再次的来数算主你的恩典，一连串的刚好是主你美好的安排，一连串的故事有高山有低谷，起起落落，为要表明主你的心意是要赎回我们的生命。我已经是被赎回的生命，主啊，也愿我常常思想主你的心意，使我们活出那被赎回的价值和意义，在这个不确定的世代当中。谢谢你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来仰望你的恩典，让我们可以更确立自己的身份，我们是被赎回，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
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迦南之声，我是世谦牧师。愿上帝那赎回你从罪恶中脱离的心意，使你天天来胜过生命中的软弱、罪恶和这不确定的环境。愿上帝赐福你，我们明天见。